此后2022年10月初6，每日新眼光读经，欢迎下暝迄。圣经启示录17章第1节到18节，咱做伙来听读。遐个摕7块碗的7个天使的一个来甲我讲话，讲来，我要互你看坐伫河流顶迄个大阴府所着受的审判。地上的君王捌甲伊行淫，地上的居民嘛捌啉伊淫乱的酒，啉到酒醉。我受圣神感动，互天使带去旷野。我有看见一个妇人人坐伫一只朱红色，佮充满亵渎的名号的兽顶面。这只兽有7个头、10支角。这个妇人人穿紫色甲朱红色的衫，用金、宝石甲珍珠装塔，手提金杯，缀满可恶的物甲淫乱的污秽。伊的头遐有写一个名，有韵捌的意思，就是大巴比伦，地上淫妇甲可恶的物的老母。我看见迄个妇人人啉信徒的血，甲为着耶稣做见证的顺道者的血，啉到醉。我看到伊的时，大着惊。天使就甲我讲，是安怎着惊？我要将即个妇人人甲伊所徛迄只有7个头、10支角的兽的秘密，甲你讲。你所看到迄只兽，过去有，现在无，得要搁对深演起来，最后灭亡。地上的居民，因的名对创世以来无记伫活命册，看到迄只兽会着惊奇怪，因为迄只兽过去有，现在无，后来会搁出现。这个代志着用智慧来理解。迄7个头就是妇人人所坐的7座山，因嘛是7个王。其中5个已经倒落去，一个还伫地，另外一个还未来。若来，伊一定是暂时留地那定。过去有，现在无，迄只兽就是第8王，是7个王的中间的一个，因嘛会灭亡。你所看到的10支角，就是迄10个还毋捌统治的王。毋过，因会得到权做王甲兽做伙统治一点真久。这10个王同意将因的能力甲权柄交互迄只兽。因要甲羊羔交战，毋过羊羔会刣赢这个王，因为伊是万主的主、万王的王。甲伊做伙遐个受呼召、受竞选忠实的人，嘛会得胜。天使阁甲我讲，你所看到迄个阴府坐地的河流，就是逐个民族、逐个族群、逐个邦国，甲逐款语言的人。你所看到迄10支角，甲迄只兽的怨恨，迄个阴府嘛会互伊无意外、赤身裸体，伊会吞食伊的肉，搁用火甲伊烧灭。因为上帝将执行伊的旨意的意念下伫迄10个王的心，互因同心将因的国交互迄只兽，直到上帝话应验。你所看到迄个妇人人，就是在掌管地上遐个君王迄座大城。以上。欢迎下暝迄。启示录17章一遍，用上帝语言讲到大阴府对第9节的描述，通知
大阴符是指罗马城，因为罗马城就起造伫7座山头顶。伊延伸的意涵，当然毋仅是指罗马，搁较指向历史上所出现一切敌对上帝的政权。当当时的罗马城代表的是权力甲经济上鼎盛繁荣的中心，下至平民百姓，上至王公贵族、达国君王，无不向往。经文中的行淫是指脱离甲上帝关系，勾结违背上帝关系，向现实低头，屈服的性命展现。因为安尼，啉以淫乱的酒到酒醉，通理解做沉迷伫唯利是图，甚至为着利益，通无顾是毋是流人的血，无害人的性命。国家的领导策略到底是爱用经济开发作为优先，还是爱兼顾环境、生态、资源甲文化的保存？是爱陷入忧心落叶的陷阱，通甲世界各国竞争GDP 排名做目标呢？还是伫自主经济下发展具备前瞻性、永续性，甲有本国特性的经济形态呢？当世界强国借着军事战争，意图掀开货币竞争的时，相对弱势的钱币，哪像简单只会当被动铺陈，屈服伫现实，总是沉醉伫繁荣的迷惑，敢讲就是唯一的解决之道？咱是毋是会对启示录所揭露的即种唯利是图的错谬中醒悟过来咧？13、16讲述10个王有相款的目标，要甲家己的能力、权柄交互手，搁夺走大淫妇的一切。这说明用利益做基础的同盟关系是经袂起考验的。对今年2月爆发的俄乌战争，通清楚看到国甲国的结盟未必然有实质的意义，所以袂当完全依赖即种同盟关系。启示录的上定语言提醒咱反思：今仔日咱是毋是互强国的关系甲经济利益迷惑，直到失去判断的能力咧？当俄罗斯入侵乌克兰，世界各国同声谴责俄罗斯暴行，搁施以经济制裁的时，通观察到一开始欧盟虽然有声明和决议一连串的制裁，总是有袂少国家是后来才转变态度参与制裁，甚至有个国家要趁机用搁较便宜的价数大量购买俄罗斯生产的能源。检测国家领袖有以整体经济考量，所以选择暂时忽视不义的暴行。总是对基督徒来讲，安怎审慎选择咱甲歹的距离，是需要搁较侪客观判断来决定符合信仰的立场。咱究竟是选择中心军队基督呢，还是渴望倚靠世上强权和经济繁荣？这个挑战伫这个世代要持续伫进行中。14节指出，既然主所选调中心军队杨过的人，落尾也要得胜。愿咱会诚做无受利益迷惑、忠心到底的得胜者。默想，我是毋是互政权的关系甲经济利益所迷惑，直到失去判断的能力，毋敢直指因的错谬？
我敢是主耶稣中心的军队者无？我是毋是互政权的关系甲经济利益所迷惑，直到失去判断的能力，毋敢直指因的错谬？我敢是主耶稣中心的军队者无？祈祷，小事智慧的主上帝，求你赐予善恶的判断能力，通互我无互虚假的权势和利益蒙蔽。伫生活中，无因为贪图便宜便利，变相支持无良企业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